大家好，我係小骷髏。皇室戰爭7月大更新嚟啦！今次更新推出全新遊戲模式 Merge Tactics， 呢個係一個節奏快速、注重策略嘅對戰模式。你要透過召喚、合成同埋升級部隊去擊敗對手。另外仲會重製榮耀之路同傳奇之路，並推出一張前所未有嘅全新傳奇卡同埋一張全新進化卡。依家等我哋逐個睇下啦。喺榮耀之路，依家目前最高嘅傳奇競技場需要9500杯。而嚟緊將會延伸到10000杯，到咗10000杯之後就會可以解鎖全新主題季競技場，而每個競技場都會有自己嘅獎勵，去到13500杯就會有機會得到主題季徽章。當你獲得15000杯之後，你就可以解鎖天梯嘅排名模式。如果你喺6月賽季去到大師聯盟賽1， 7月就會可以直接解鎖天梯，但之後嘅賽季解鎖天梯就需要去到冠軍聯盟賽啦。今次更新仲會重新設計徽章，有唔同類別同等級，去到13500杯仲可以攞到全新嘅主題季徽章添。嚟到今次遊戲最大嘅更新 Merge Tactics， 佢係一個回合制嘅遊戲模式，遊戲玩法好簡單，每回合會隨機抽出唔同嘅角色卡牌，當你召喚2個相同部隊，佢哋就會合成更強嘅單位，所以核心係完美控費、組合搭配。但係對戰之前，你要選擇一位統帥，佢會提供唔同嘅強化效果，去配合你嘅陣容同埋策略，同埋仲有基本以及每場對戰都會有唔同嘅隨機事件，例如加速升級或者強化某類部隊。所以每場對戰都需要組建唔同嘅陣容，利用合成、基本、隨機事件強化你嘅部隊，制定唔同策略，戰勝對手。好，最後7月嘅賽季將會有一張全新進化卡，就係骷髏氣球。進化咗之後嘅骷髏氣球會變成2個，當受到傷害佢會爆開第一個，然後第二個會繼續前進，所以代表會有雙重衝擊同埋雙倍嘅骷髏兵，所以好適合前面有個彈，再掟個骷髏氣球出去就會輕鬆拆咗座塔。最後全新傳奇卡精靈女王，佢係一張6費嘅傳奇卡，但佢有雙連態。當你聖水唔夠6費嘅時候，可以用3聖水作為高單體傷害嘅近戰部隊，關鍵時候用嚟防守都好實用。但當你夠6聖水嘅時候，佢就會騎住條飛龍，變成空中部隊，對敵軍造成傷害。所以你可以根據佢唔同嘅形態，做出唔同嘅部署。而家皇室戰爭已經更新咗啦，更新之後會將榮耀之路、天梯同埋一啲限時活動都會集中放晒喺遊戲專頁 Game Mode 嘅部分。先仲等咩？一齊爬天梯啦！多謝大家睇晒呢個皇室戰爭嘅7月嘅更新介紹。如果你都中意呢啲攻略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啊！喺 comment 話俾我知你最期待邊個更新啦！仲有 follow 我哋 IG 同 Threads， 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！